今日我哋嚟到倫敦嘅第一博物館參觀一個令人期待咗好耐嘅展覽——歌川廣重開放之路嘅藝術家。呢個展覽由即日起到9月7號喺第一博物館舉行。呢個展覽展出咗過百件歌川廣重嘅作品，其中嘅名作都唔少，其中包括東海道53次以及名所江湖百景之中嘅作品。大部分保存質素都非常良好，佢嘅顏色好鮮豔，好似新嘅作品一樣。我最中意嘅就係呢6幅名所江湖百景中嘅作品，捕捉咗江湖城市嘅風貌，由繁華嘅街道到寧靜嘅郊外，等人可以感受到江湖人嘅日常生活。而廣重特別擅於捕捉天氣嘅變化，例如突如其來嘅驟雨、初雪嘅景色，都令人深有感觸。作品中呢一幅大橋安澤直立，佢豐富而複雜嘅語境，仲啟發咗後世歐洲畫家，例如梵高嘅仿效。牆內仲有沉浸式嘅體驗，例如用雀聲配上歌川廣重雀嘅作品。另外，亦都用動畫嘅形式表達咗歌川廣重筆下由春夏秋到冬天4季嘅景色，例如由春夏嘅富士山到秋冬嘅京都雪景等等，可以話係一個視覺嘅盛宴。牆內仲有相關嘅紀念品，特別係用和紙印刷嘅版畫，真係好有紀念價值同值得選購。如果大家想到訪呢個特別展覽，記得喺大英博物館官網訂定飛啦。